华视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3，旧历的3月22，礼拜一。后来，这个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今仔日增加8例确诊的病例，有6例是境外输入，2例是本土病例。这2例本土病例，一个是诺富特饭店外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40外岁男性；另外一个是在澳洲验出到阳性的迄位印尼籍华航机师。10外岁查囝，这个6例境外输入的病例，分别为荷兰、印尼甲乌兹别克来入境。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1745例，12个人死亡。那就我们先宣布有6例境外入，2例本土。那2例本土的案例一位是机场防疫旅馆外包商工作人员及澳洲检出阳性的在澳洲检出阳性机师的家人，1145是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那在机场防疫旅馆的外包商工作的人员，4月初到4月28日，除休假外，皆在该旅馆工作。那个案4月28日出现咳嗽的症状，4月30日曾至诊所就医，5月1日经卫生单位评估后，通知安排就医采检。那于今日确诊，此例值13。那掌握个案的接触者23人，其中20人列为居家隔离，3人列为自我健康监测。那个案的可传染期之间的活动史及接触史，现在在调查中。那另外一案是没有，就是说这个4月19日到4月28日期间，在该旅馆工作的外包商、工读生及离职人员员工共74人，皆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那目前这目前采检的情况总共有74人就已经采了57人，PCR 采了57人，那待采是7人，那有阴性的43人，1名阳性的，就是这位刚刚报告的1145的个案。那1146为印尼籍10多岁的女性，为在澳洲检出阳性机师，在案1090。及按1111的同住家人，那近期没有出国史。4月20日。好了，因为这个饭店困住的事件，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诺富特饭店即摆开始，敢若收本国籍的技师，无要收外国籍的技师，而且敢若互带暝的房客会当入去，袂当出来的房卡。另外，请这个民航局协助航空公司来掌握到国际机组员伫外站的行程。避免因甲当地航空业的人员有密切的接触，若国际机组员入境了后，嘛要确实来做分流。情况列在居家隔离，所以没有跟。